對於離校生同埋佢哋屋企人嚟講，重投社區同埋進入職場係一個全新嘅世界。呢度係地區支援中心同埋離校生專隊嘅職業治療服務。今日就用自己嘅故事帶大家睇下職業治療師點樣喺地區支援中心嘅離校生專隊幫佢走到屬於佢嘅第一步。子傑係一個中度智障嘅青年啦，咁上年咧就喺特殊學校度畢業，嚟緊咧會去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度做嘢。咁因為離校生咧畢業之後都少咗學校嘅支援啦，咁其實呢啲好多嘅轉變咧都會令到屋企人有擔心嘅。擔心到佢唔適應啊，出邊環境係咪先？從嚟都會做過嘢嘅，即係交際上啊、禮貌上啊嗰啲。咁我哋職業治療師咧會按佢未來喺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嘅工作目標啦，去做翻一啲評估嘅。譬如話睇下佢嘅工作態度啦、佢嘅工作耐力啦、小手肌啦、專注力等等唔同嘅能力。咁然之後再按佢個評估嘅結果啦，設計翻一個個人化嘅訓練內容俾佢，幫佢建立翻相關嘅能力嘅。經過咗一系列嘅訓練咧，佢都成功通過咗面試啦，會準備去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度工作。咁不過佢自己都比較少外出嘅，亦都唔熟路啦。咁屋企人咧都好擔心佢喺即係由屋企去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嘅路程咧會有危險啦。咁所以我哋都要幫助佢咧去建立相關嘅社區安全嘅能力，確保佢呢一段路程係安全嘅。咁我哋職業治療師咧，先會用一啲圖片卡啦，或者一啲模擬嘅情景咧，去幫佢建立翻相應嘅一啲社區安全嘅概念啦。譬如話過馬路啊、紅綠燈啊、道路維修應該點樣做啊，等等一啲基本嘅概念啦。之後再去實地嘅練習嘅，譬如話我哋會喺中心附近嘅一啲馬路度帶佢去親身練習啦，幫佢一步一步建立翻相關嘅能力。咁我哋職業治療師咧都會按咧佢哋喺新環境度出現嘅一啲新嘅轉變啦，或者行為啦，咁我哋就借助呢個社交故事咧去幫佢改變一啲嘅習慣，等佢更加容易去融入社區。咁其實經過咗一系列嘅訓練啦，包括一啲工作訓練啊、社交故事啊，同埋一啲外出嘅訓練等等啦。咁其實而家子傑咧都可以好穩定咁喺綜合職業康復服務中心度工作啦。咁父母都少咗好多擔心，同埋都覺得好開心咧。子傑喺一個社區度咧有佢一個自己嘅位置。同以前比咧，嗰情緒啊、嗰個穩定性啊、嗰啲嘢啊、有禮貌嗰啲嘢都好咗好多噶啦。咁起碼有啲學到啲嘢，會有啲安慰感啊！離校前嘅工作能力評估、社區安全訓練同埋社交故事，職業治療師會按佢哋嘅需要，同佢哋同埋照顧者揾到適合佢哋嘅步伐。只要有合適嘅支援，佢哋都可以喺社區發揮自己嘅能力。